你好，我哋又見面啦。響節目開始之前，記得按訂閱、點讚、留言、分享。你哋嘅支持係我做片嘅最大動力。重新開機前，按住 Reset， 插上電源，然後數10秒，回到電腦 Windows， 打開 Network Properties， 按程序1到7到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 TCP/IPv4， 按畫面數據改變 IP 內容，按 OK。啟動 Ethernet， 如無任何反應，重複程序1到4。啟動 Chrome， 到 192.168.1.1， 見到 Firmware Update， 選文件夾 0NX30 Pro， 選擇 NX30 Pro 變後或 Upload， 按 Update 等完成更新。按程序1到9，刪掉 IP 設定，再按 OK。啟動 Ethernet， 如無任何反應，重複程序1到6，再次刪除 Default Gateway 裡面的 192.168.1.1， 再刪掉 IP 設定。啟動 Chrome， 到 192.168.6.1， 輸入密碼，世界 password， 大功告成，翻牆路由器設定成功。Yeah， 設定機場請看相關影片。今日嘅視頻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你覺得有啲收穫，唔好吝嗇你嘅點讚、留言喎，仲要記得訂閱埋我嘅頻道，同埋幫手分享出去，讓更多嘅朋友知道呢個有趣嘅世界。下次見啦，拜拜。